大家好，我係一鳴啊！喺科技創新成為世界發展潮流，同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嘅重中之重呢個背景下咧，15運嘅辦賽科技含量之高令人矚目。大家可能記得15運嘅火炬火種咧，係首次喺南海1522米嘅海底深處採集嘅可燃冰。開幕式用人形機器人敲響咗戰國嘅青銅樂器，一幅170幾米長嘅 AI 作品，嶺南山水數字畫展現咗大三巴等等粵港澳嘅地標，成為出場式嘅背景噃。全運會嘅主火炬咧，首次採用非真火嘅主火炬塔，使用模擬嘅火焰電光水霧，實現咗無火燃燒。第二碳環保，廣東奧體中心嘅場館用電減少啦，就等於減少咗14000幾噸嘅碳排放。大家未必知道喎，15運嘅賽事指揮中心同埋技術運行中心咧，實現咗粵港澳三地19城105個場館實時數據嘅全域一屏融合調度，成為賽事運行嘅智慧大腦。廣東奧體中心嘅智慧場館平台構建咗全場景嘅管理體系，指揮中心可以實時監控場館嘅管理。深圳灣體育中心引入咗仿生機器人，佢嘅場館5G 信號支持實時嘅賽事直播同埋互動。廣州體育館啟用咗 AR 導航系統，為視障人士提供語音求助同埋遠程呼叫服務，仲增加咗可以攀爬千級樓梯嘅智能下樓輪椅等等。大家可以相信，以粵港澳大灣區科技進步為基礎，喺各方努力之下15運一定係一屆綠色全運會、智慧全運會。